你好，歡迎嚟到呢一集節目。今集咧繼續都係同大家介紹點樣用人工智能工具幫助大家去自己寫網頁，自己寫一啲叫網上工具 Web Apps 啦，去幫助咧去解決生活嘅大小問題啊。上一集咧我就係用過 Google Gemini 嘅入邊一個叫 Canvas 嘅功能啦，示範過點樣唔需要識寫程式，唔需要識寫網站，就可以寫到啲咧非常之有趣嘅作品。例如話咧，同大家睇翻啦，上一集我介紹嘅 Google 呢一個 Gemini Canvas 啦，我做咗一個 PalmOS 嘅模擬器。如果大家咧好似我咁老嘅有用過咧呢一個叫做Palm 嘅話咧咁有類似咁嘅畫面你真係可以咧重溫舊夢用翻你以前咧懷舊嘢啦。另外都咧試做咗咧一個叫做咧隨身學50音，即係學日文嘅工具呢啲全部都係咧你打咗個 prompt 俾佢你唔需要識寫程式，佢就會自己幫你由冇都有寫出嚟咁樣。咁最後咧上集亦都介紹過咧，就係點樣用佢咧，唔係淨係寫網站工具，唔係淨係寫 web apps 直頭就係寫軟件咧，寫網站唔係淨係寫軟件，寫網站都得嘅。呢個咧我就做一個叫好掂搬運公司咁樣。咁上集反應都唔錯都有唔少觀眾留言同埋都話喂 OK 原來都幾簡單今集咧就想嘗試同大家介紹另一個工具就係 ChatGPT 做到類似嘅嘢咁可能你有兩個疑問喂，第一，咁既然係類似嘢，點解我要用 ChatGPT 去做呢？原因就係我會覺得咧 ChatGPT 做出嚟嘅功能咧，其實唔差，而且咧佢係可以有一樣嘢咧，你而家暫時咧用 Google 嘅 Gemini 做唔到嘅，就係如果你揾佢寫一個網站或者一個網頁嘅工具，你可以用埋你自己嘅域名 domain name， 即係乜乜 .com 嗰啲都得㗎。呢個咧係ChatGPT Site 入邊本身就支援嘅一樣嘢。而 Gemini 咧暫時做唔到，咁即係話你係可以全包你真係幫公司做個網站，做完之後咧用埋公司個乜乜 .com 落去都可以，咁我覺得好強大啦。另外佢仲支援啲其他嘅功能啦，基本上咧可以當一個全方位嘅功能都頗完善嘅一個網站系統咧，佢都幫你可以做到㗎。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就係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 ChatGPT 咧其實佢寫網站嘅能力絕對唔弱嘅，個水平佢做出嚟嘅質素咧都幾好㗎咁同埋咧如果你有機會用到呢一個 ChatGPT 嘅付費版嘅功能咧，佢可以用到呢個 Sites 其實佢嗰個叫用個量個額度咧都幾generous 嘅幾叫大方幾闊佬嘅。咁我發覺咧，你寫好多咧用好多嘢咧都唔會話用咗好多你嘅 credits，咁都我覺得幾好用嘅一個工具啦。都同大家介紹下啦。咁當然有人會話喂，用唔用到㗎？咁大家上網揾好多方法咧，就可以睇到咧點樣可以咧係用到 ChatGPT， 點樣登記戶口，點樣俾錢，點樣用個付費功能所以呢度咧唔多同大家講啦咁詳細同大家講落去啦，即係究竟點樣用 ChatGPT Sites 去到寫網站，去寫工具，去寫 Apps 咁第一個例子咧，就用翻咧上集講嘅 PalmOS 嗰個模擬器一模一樣用翻同一個工具去做。咁上一集咧我就係介紹過啦，你唔需要連個 prompt 都唔識寫，即係提示詞都唔需要識寫噶。你可以叫呢個嘅 Gemini 幫你去寫，你就話俾佢聽我要咩功能，佢幫你設計埋嗰個提示詞，然之後你再將個提示詞擺落去 Gemini 度就做到嗱。咁今集咧同樣原理啦，我又係咧用咗 ChatGPT 去幫我寫一個好詳細嘅提示詞，然之後再貼落去咧就可以做到，咁所以咧係方便好多㗎。例如咧你用呢個叫 Sites 嘅功能咧，咁你又可以咧俾一個叫做好完整嘅提示詞佢啦。咁呢個咧唔係我自己寫㗎，因為見到好詳細㗎，其實就係我叫 ChatGPT 話俾你聽，我想寫一個咧係模擬 PalmOS 嘅一個使用體驗嘅一個 app 啦，你可以幫我做啦。咁樣我就俾好基本嘅提示詞幾句嘅啫。於是咧佢整到咁詳細嘅一個叫做詳細嘅要求出嚟，咁成個貼落去就得啦。咁所以點解你見到咧有個 Markdown 嘅檔案咧貼咗落去啦咁樣。咁同埋咧你係可以咧係揀咧，即係你有啲即係用啲咩工具。咁呢度咧如果你揾到咧，即係你又用付費版，你可以揾到一叫 Sites 嘅功能啦。咁你就可以揀咗佢咧，就變成咧就係呢個啦。你見到 Sites 就係咧可以建立一啲網頁工具或者建立一個網站都可以用 Sites 呢個功能㗎。跟住咧見到咧佢用咗8分幾鐘，差唔多9分鐘咧就寫出嚟啦。今次耐少少啦 ，Gemini 幾快㗎，呢個咧就耐少少。咁做咗一個咧就叫 Apps 出嚟啦。咁我哋同大家睇下呢個 Apps 係點樣啦。咁簡單啲嚟講就係
你完全唔需要寫程式，你就話俾佢聽你嘅要求，佢幫你整咗一個提示詞出嚟，你再將佢擺落去咧，用個提示詞做一個 cite 嘅功能啦。嗱、呢個咧就係我做出嚟嘅嗰個效果啦，咁樣咁咧佢咧就係模擬晒啦，即係叫做咧嗰啲基本功能齊晒啦，嗰啲咁樣咁啊好啦，咁你見到其實個坦白講啊，個畫面咧就唔係好似 Palm 㗎，佢我唔知係咪因為版權問題定乜嘢啦，你見到佢唔係完全同原先一樣，但係咧你可以話一個好完整嘅程式嚟㗎，譬如有晒日程表啦，係嘛？咁啊你係可以咧即係叫做用啲咩程式啊即係個 app 嘅 info 有晒啦，咁你可以喺度咧就輸入新一個日程表啊，咁全部有晒呢啲功能啊，基本上咧已經係好完整嘅，你見到嚇。係一個完整嘅軟件，咁所以咧非常之方便啦。嗱，譬如 To Do List 又有啊咁樣啊，咁可能你話喂，咁其實做嚟做乜嘢咧？做呢啲咁嘢為咗懷舊咩？嗱，你可以諗下喎。而家我做一個例子就即係貪玩啦嚇，即係叫做咧重溫舊夢嚇。以前用慣 Palm 個年代咧，我有 Palm 嗰個5X 啊，有 Palm 3C 啊，有 Palm 505啊咁等等，我有幾部啊曾經擁有過啊，仲有 Sony 嗰隻我都有。咁可以叫做咧懷舊下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唔係話要刻意追求 Palm OS 嗰個界面嘅，但係你想有一個類似 PDA 咁嘅軟件，咁你可唔可以叫佢做咧？你諗下，其實可以㗎噃。你一樣都可以叫佢咧，就係做一個即係好似 PDA 咁嘅功能啦。咁於是咧，你就可以自製一個軟件，淨係畀自己用嘅。譬如你覺得市面上嗰啲日程表嘅軟件，或者係 To Do List 唔啱心水，或者記帳程式唔啱心水嚇，記事簿程式，我覺得唔好用，可唔可以自己寫一個咧？嗱，佢可以幫你做到啦。呢個當然係一個網頁版程式啦，但係其實佢嗰個邏輯就係一樣嘅。你想揾佢幫佢做一啲嘢，佢可以做到，有個網頁 Web App 嘅形式，網頁工具形式幫你做咗出嚟。而且你完全唔需要識隻程式，咁所以呢個咧，我會覺得係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真係想去到改善嘅生活效率或者工作效率嘅話咧，AI 絕對可以幫到你啊！我成日打個比喻啊，即係有啲朋友咧聽我講好多次，就係話以前啲即係 hunter gatherer 嗰個年代啊，啲人去打獵嘅。咁佢需要可能咧就係一個弓箭去射動物或者一個斧頭，咁點做啊？唯有自己做咯，係嘛？你要揾食，你就要做一個斧頭，做一個弓箭啊！但今時今日啦，你如果想喺現代生活上面咧更加快捷方便、更加有效率，點做啊？用啲好嘅工具咯，冇點啊，冇一個啱心水點啊，自己寫一個啦。而家有 AI 最好啦，以前你唔識程式嘅話咧，焗住人哋做俾你嗰啲，仲要俾錢。而家唔使啦，自己寫一個，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啦。你想做一個個人數碼助理嘅，佢幫你做晒出嚟嚇。你要咩功能都得，你要咩語言又得。我要改隻顏色，我要乜嘢，全部都可以用文字幫佢做噶。咁你整咗出嚟之後咧，你有咩唔滿意，你可以下面再打字，喂，我有啲嘢要求我再修改成，咁佢可以幫你做到晒嘅。咁所以咧，其實係我會覺得識用 AI 咧去為你嘅生活咧帶嚟好多方便啦。咁呢個第一個例子啦，示範咗啦。第二個就係咧，上次我做過一個嘅，就係叫50音隨身學啊。如果大家想學日文嘅，喂咁。有冇方法咧可以寫一個 app 俾自己啦？又係一個 web app 啦，我哋叫 web app 即係網頁版嘅叫做軟件啊。咁雖然佢有網頁做架構啦，但係其實你係可以咧將佢擺喺你手提電話度，譬如話加咗個 home screen 嗰度，就好似一個獨立 app 咁用就得啦。我經常都係咁樣，我寫一啲簡單嘅 web apps，然之後擺落去，咁啊唔需要煩咧，要整個 APK 啊，或者整個上架去嗰啲 iOS 嗰啲 App Store 啊咁樣啦，淨係寫個網頁啊，擺喺手提電話度，擺上個 iPad 啊，全部都可以用到。咁啊，上次呢個咧就係用 Gemini 嚟做啦，見到功能都幾強勁啊嚇。咁今次咧，即係嗱，你見到係可以教你點樣寫啦，你可以咧係模擬去寫啦，係嘛啊？你寫啦，或者用 mouse 去寫啦。咁啊有埋讀音㗎嚇，上次呢個譬如 Aka 咁啊，即係話咧，即係叫做紅色咁樣啦嚇。好啦，咁啊，如果用 ChatGPT 做點咧？嗱，我做咗個類似嘅嘢嘅，又係啦，我係叫 ChatGPT 去幫我撰寫一個 prompt，即係提示詞。我連提示詞都唔需要自己寫，我淨係一段説話俾佢聽，我想要一個智能手提電話嘅50音學習 web app，我啲咩要求？我需要咧可以試寫一次嗰啲嘅叫做 Kana， 我可以要有讀音嘅，要有例句嘅咁樣，咁佢就幫你咧產生咗一大堆嘅提示詞，你係唔需要自己去寫啊，因為我諗你大家未必會有心情咁嘅時間去寫咁大段嘢咧，好長好長啊呢段嘢。好啦，咁啊做完呢段嘢之後點咧？
今次快啦，3分06秒，即係3分鐘寫到個 app 喎，即係6個杯麵都要啦。咁啊係點樣嘅咧？嗱咁啊同大家睇下咯噃。你見到咧，其實佢嘅功能幾強勁，所以點解我話咧可以介紹用 ChatGPT 去做咧？比較之下，同樣咧我都係俾好簡單嘅指示佢，但係佢做出嚟嘅功能咧係強勁過好Gemini 嗰個多。Gemini 嗰個咧我只係用咗只係得好基本功能嘅啫。咁而今次呢個咧我係用呢個5.6版嘅呢個 ChatGPT 啦，咁啊用 Medium 嘅啫嚇，嗰個 effort 都係medium 嘅，就唔係開到最勁啊啲咩 high super high 嗰啲啦嚇，咁就係已經可以做到咁樣啦。你要見到咧，佢係有幫你計埋連續學習咗幾多日啊，有幾多複習啊嗰啲咁樣啦。咁同埋咧，佢係可以根據你嘅進度安排逐個教你，譬如話先由第一個 R 開始學起先啦。咁佢可以播放讀音嘅喎，即係大家聽唔聽到啊？即係比較細聲㗎嘛，set 到個喇叭。咁佢有讀音出嚟啦，話俾你聽個字形嘅來源咧係嚟自乜嘢啦，咁樣跟住你可以咧睇個動畫喎嚇。嗱呢個又係之前咧Gemini 做唔到嘅噃嚇，咁佢又可以咧做到俾我嘅嚇，咁所以咧你要發覺咧其實佢係叫做咧幾唔錯嘅一個基本功能喺度啦。你可以親手寫一次嘅噃嚇，咁你可以寫啦嚇咁樣，又係用 mouse 去寫啦嚇咁樣。咁乜嘢諗下喎？如果你用 iPad 咁你又可以真係用手指去寫啊咁樣，咁啊甚至用嗰支 Apple Pencil 都幾方便啊！佢一樣都係有常用詞啦嚇，譬如呢個啦，呢啲常用詞一樣有讀音有晒出嚟嘅，有埋個圖喺度添，仲有例句添㗎。我唔知啱乜啦，但係總之咧就教埋你㗎。咁仲有咧，佢有記憶提示喎，幫你你可以自己打字去記低佢啦。咁同埋咧，佢有50音表列晒出嚟啦。你可以逐個篤落去，我中意咧揀邊一個，咁我咪去學邊一個咯嚇。咁另外就有學習卡嘅喎嚇，俾你逐個出嚟咧，就叫做咧練個噃，同埋測驗下。嗱呢啲就係 Gemini 做唔到嘅嘢喎，即係我用同樣嘅提示詞 ，Gemini 冇幫我諗呢啲嘢出嚟，但係 ChatGPT 幫我好周到諗到出嚟，覺得我要學日文，我需要識呢啲嘢，不如我幫佢做埋啦咁樣啊。咁於是咧就已經擺晒喺度啦咁樣。咁你發覺喂，其實都幾方便啦，係嘛？咁你可以揀喎，唔啱我讀錯咗，揀錯咗喎。好啦，咁就下一個咁又係有啦，係嘛？咁我真係唔識㗎，所以亂讀㗎嚇。好啦，跟住仲有喎呢個啊，啱喎竟然。咁你見到咧，其實佢係有幾詳盡功能。基本上你喺商用嘅一啲即係商業用嘅軟件入邊。學日文嗰啲咧，見到個功能咧，佢都幫你做晒出嚟咁滯啦嚇，而且我只不過一次一個提示詞就咗出嚟啦。咁如果你話喂，我想做複雜啲功能得唔得？得嘅啊，你翻去同佢講，佢做完出嚟之後咧，話我要求有啲咩改動嚇，我要話譬如舉個例啊，我想啲圖像大少少，咁佢就幫你做咯。或者譬如話個讀音我唔要呢隻聲得唔得咧？嗱，咁大家可以叫佢幫你 tune 過，咁全部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咧又係啦。寫 Apps 真係用得着嘅一個 Apps 啊！有商業質素㗎，你基本上見到出嚟咧，同商業上嗰啲版本咧，出邊街賣嗰啲 Apps 咧係接近㗎。當然會有啲 bugs 啊，你要去同佢再修正啦，有啲總嘅地方就錯咗啊咁樣啦。但係大致上幾分鐘咧已經做到一個出嚟咧，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收貨啦，係咪？咁最後同大家示範咧就係一個網站啦。嗱，上次咧就係 Gemini 做咗呢個網站，咁叫好掂搬運公司，咁當然就假㗎啦。我諗唔會有呢間公司名係嘛？如果有，大家話俾我知啊。咁我同佢冇關係嘅，講明先。我即係揀呢個求其揀個名啦。咁上次 Gemini 做咗呢個啦嚇。咁今次咧我就係咧俾翻段咁點咗就係咁多嘅啫。個 prompt 係咪好短啊？就係打咗咁多字嘅啫。為呢間公司設計嘅網頁，團隊廿個人，經驗豐富，要有關於我們團隊服務範圍等等。咁暫時用啲假嘅資料先啦，之後提供真實嘅擺落去啊，咁樣仲有快速嘅估價系統啊等等。講到明咧，我要現代化設計，要淺色主調，仲要有中英文對照，咁樣可以轉換嘅，就係咁嘅啫嚇。成段嘅提示詞好短嘅啫，咁隨佢發揮啦。咁佢做咗出嚟做咗啲乜嘢咧？首先咧佢好正喎，雖然佢用咗成13分鐘先做咗出嚟。但係佢俾咗3個選擇我，呢個咧又係之前我用 Gemini 嘅即係叫做 Canvas 咧，佢冇㗎，佢淨係俾咗一個設計我啫。咁但係 ChatGPT 咧，我就點解介紹埋呢個啦？雖然大家可能要揾方法去用咧，可能麻煩啲，但係佢俾嘅功能咧強大啲嘅啊！佢俾咗3個選擇我，做咗個圖俾我啦。第一個咧就係藍色配綠色，不過咧我唔係好中意佢嗰啲咩可靠藍啊、活力綠啊嗰啲咧，即係而家好興呢啲㗎嘛，即係 iPhone 又係改埋啲古靈精怪顏色嗰啲啦。你見到咧有一個係藍綠色主調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好似咧啲相片啲啦，好似個底係淺色啲嘅。另外一個咧佢就稱之為香港街坊感同埋路線標籤嘛。我覺得喂
呢個可以考慮喎，幾中意呢個喎咁樣，於是咧我就揀咗3啦，咁我就打呢個3字啦，咁啊真係做咗出嚟，跟住又用咗10分鐘左右咧做咗呢個網站啊，即係簡單嚟講咧，佢用咗13分鐘同我諗咗3個版本出嚟啦，咁啊算係咁啦，雖然13分鐘好長時間啊，等咗杯麵都食咗幾個啦，但至少咧佢係有版本唔同嘅版本俾我選擇，然之後咧我做完揀完之後，佢用咗10分鐘時間做咗出嚟嘅，咁係咩樣咧？同大家去睇下咯噃。首先咧，我就發現咧，佢做出嚟個樣咧，同當初嗰個嘅範本咧有少少出入啊。咁呢個咧要扣一扣分啊，好坦白講，佢似乎咧有少少咧失誤啊，做出嚟咧同原先我反而中意佢原先呢個咧，好似靚仔啲啊。呢個咧好似寡啲，不過 anyway 啦嚇，你可以叫佢修改㗎，你可以一樣咧打個字同佢講，喂，呢度做得唔好，嗰度做得唔好，你咪同佢講咯嚇。呢度咧就係話，喂，可以修改，譬如我要咩顏色啊，或者個圖像要大啲，咁全部都可以做啦。But anyway 啦。咁咧佢一樣有快速估價嘅部分啦，譬如話，我要大嘅紙箱多啲係點樣咧？譬如話，如果我將軍澳就去沙田嘅，咁要點咧？咁你可以選擇起點咁為中環，中環去沙田係點咧？咁啊嗱呢度咧佢淨係俾咗幾個選擇你啦，咁但係你可以加落去嘅，你可以同佢講，喂，我要全個18區19區啊，而家香港都有啦，係嘛？佢可以幫你做到噶，咁啊有嘢話，你可以同佢講咧，呢啲咧就全部 dummy 嚟嘅啫，即係啲假數字嘅啫。喂，實際上我要啲咩嘅功能啊？每件嘢幾多錢啊？佢可以幫你計數嚇，做咗一個互動嘅網站出嚟。然之後咧，佢就係一樣有嗰啲基本吹水嘢啦嚇，即係幫你諗埋㗎，嗰條嘅 tagline 或者嗰個叫 slogan 諗埋㗎。每一次搬運都是一份信任咁啊，押韻添㗎嚇。呢一圖咧佢又冇整個假相出嚟啦，咁啊佢講到明啊，暫時嘅啫，稍後可以用真實圖片嘅咁樣。咁啊有晒啲相關資料啦，有晒咧就係話聯絡嘅方法啦，有埋個聯絡嘅一個叫聯絡表格啊，咁你可以填落去啊咁樣，咁你見到咧齊晒㗎，基本上咧你要嘅功能都有晒喺度㗎啦啊，咁啊又係咧非常之叫做爽手啊！雖然佢嘅時間都唔短啦，10分鐘左右做出嚟啦，但係我中意佢咧就係俾幾個版本俾你選擇，咁啊你可以咧亦都可以同佢講嘅，講明話混合方案元素都得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真係幾專業㗎，即係你諗下你出去揾間公司報價，叫佢幫你寫網站，大致上都係咁，即係都係俾個版本啦咁樣。咁呢個咧又係第3個咧叫 use case 啊，即係有乜嘢嘅潛在嘅使用嘅方法咧，用 ChatGPT 嘅 Sites 呢個功能啊。咁可能你會話喂，咁其實 Gemini 做到係有啲功能可能唔夠強勁啊，譬如話剛才學日文嗰個冇咁勁啫，咁但係都 OK 啦，係嘛？又唔使錢咁樣嗱，因為 ChatGPT 個 site 咧暫時係付費用戶，即係好似係 Pro 以上嗰啲先至可以啦嚇，咁所以咧係未必個用到。咁點解用佢咧？嗱，其中一個原因咧，同大家講咧就係其實佢係支援咧你個叫做 custom domain 㗎啦。我哋睇睇咧佢嘅介紹嗰個網站啦，有講到㗎嚇，你係可以用 custom domain，即係咩意思啊？嗱，因為咧你用無論係 Gemini 又好，或者你係用 ChatGPT 做出嚟咯，佢預設一個咧佢嘅網址嘅嚇，即係乜 ChatGPT.site 嗰啲咁樣。其實咧就唔係你公司乜 .com 嗰啲嘅嚇。如果你想叫佢幫你寫個網站或者一個 web app 一個網頁嘅工具，甚至網頁遊戲都得㗎，你叫寫遊戲都得㗎。咁我可唔可以有自己個名叫乜 .com 得唔得咧？呢個咧就係 ChatGPT 俾到你嘅嘢嘅，佢可以 add domain 嘅啦。咁啊，佢講得明啊，你可以加落去啦。然之後咧，佢會俾一啲 DNS 嘅資料嘅記錄資料你㗎。如果大家未做過嘅，可能揾就同大家示範下點樣做啦。即係其實佢係你要去翻你嗰個叫做domain name 嗰個域名嗰個註冊公司嗰度咧，即係嗰個網頁嗰度咧揾一翻點樣填翻資料落去啦。咁佢可以串連到連接到你嘅網址同埋咧就係呢個網站或者工具咧駁埋都得㗎，非常之方便啊。咁譬如話咧俾大家睇睇啦，佢設定畫面就係咁樣啦。咁原先個 domain 咧見到預設呢度咧就係一個咧乜 ChatGPT.site 嘅網站嚟嘅嚇，咁所以咧唔係最靚仔㗎，你一睇就知道，人哋一睇知道你 ChatGPT 做㗎啦，咁樣嚇，唔夠 professional。但係佢可以加嘅，可以加個 custom domain。我篤落去之後咧，你可以要一個乜 .com 咁樣嘅，咁你加咗落去之後咧，我呢度冇打啦。如果你加咗落去之後咧，譬如話我叫 hodim.com 先算啦，假設有啦，咁我加。跟住咧，佢會話俾你聽㗎，即係呢度咧，佢應該就揾唔到啊，揾唔到一個 hodim.com 啊，但係咧，佢會俾到一啲資料地，就係你要加呢啲咧落去你嗰個域名嗰個註冊箱嗰度，就係話我要呢啲資訊啊咁樣啊，呢啲就係要提供嘅資訊啦咁樣。咁你可以全部 copy 晒落去㗎。咁佢教埋你點樣填㗎嚇，個 type 係乜嘢啦。咁如果唔熟悉嘅話咧，其實通常咧你訂嗰個domain name 嗰個域名嗰間公司咧，佢都會有啲示範或者説明文章教你點用嘅。咁呢度你都講晒咧，就係點樣去，甚至你可以佢講明你會叫 ChatGPT 幫你做咯嚇。你唔明嘅話，真係可以個你話令我開個 ChatGPT 叫做 chat 一個對話。
咁啊然之後話喂，我唔識填呢啲喎，可唔可以教我啊？咁佢會教埋你啊，甚至可以 capture 個畫面話俾佢聽，去到呢一步啦，我點樣入呢招落去啊？咁樣。最重要今集想講嘅就係話，你會發覺咧佢係可以咧做多少少功能啊，就係可以咧。俾埋咧一個自定嘅域名俾你啦，咁啊，咁當然啦，即係之後要刪除翻啦，因為我真係冇呢個 hodim.com 啊，咁啊，所以我會刪除翻噶啦。咁啊，另外啊，仲有你見到咧，如果你寫啲複雜啲嘅網頁程式咧，需要有一啲咧，譬如話要 call 啲 API 嘅，有啲叫做password 啊，要傳落去嘅話咧，佢係可以咧擺 secrets 啊，擺嗰啲variables 都有噶。大家可能唔知係乜嘢啦，即係如果你有用過譬如 Vercel 啊，或者係譬如 Cloudflare Pages 啊嗰類咧，你係可以去將你嗰個網頁工具或者成個網站 host 喺上面嗰啲咧，你都會見到有時咧，你係有啲需要輸入呢啲咁嘅 variables 啊，或者輸入呢啲 secrets 啊，通常就係嗰啲 API key 啊嗰類啦咁樣。咁其實佢係提供埋㗎，即係簡單嚟，佢真係可以做一個比較 professional 嘅一個有強勁功能嘅網頁工具咧，其實係俾到你㗎嚇。當然咧，據我所知而家咧佢就係有一啲嘅限制，譬如話咧嗰啲咩storage 咧嚇，仲未完全係齊晒嘅嗰啲功能啊，成啦有啲咧未完全 ready 嘅。但係佢個底咧，根據一啲網站分享翻咧，就佢應該係用 Cloudflare Pages 㗎，唔知大家有冇用？我經常用嘅。其實佢咧就應該係同 Cloudflare Pages 合作啦。咁啊就係如果大家係 ChatGPT 做嘅網頁咧，其實就係存放咗喺 Cloudflare Pages 呢一間公司嗰度提供嘅平台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一般 Cloudflare Pages 俾到你功能咧，其實喺 ChatGPT Sites 呢度咧都做到，我諗有70%以上啦嚇。咁啊叫做咧係可以話咧一個進階版本啦，同 Gemini 比較咧多咗一層嘅功能，多咗啲你更加用得着嘅而真係專業級啲嘅一啲功能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今集介紹呢個正正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啦。其實有好多選擇㗎，你係可以用咧呢個 ChatGPT Sites 咧，就係可以幫你寫一啲網站或者係嗰啲叫 apps 啊，主要係 web apps 啦。不如留意咧，就係暫時唔係所有地方都可以支援㗎。據我所知咧，譬如話呢度咧，佢好似有提過，就係有啲地區未得嘅。咁好似咩佢話嗰啲有啲個別嘅國家地區咧，仲係未可以用嘅嚇，即係好似英國啊，定唔知瑞士啊，有啲國家未得嘅。咁啊，同埋你要係去到嗰個付費版本，高嗰隻都唔得嘅，應該要好似唔知 Pro 定 Plus 以上嗰啲先得㗎。咁所以咧就係叫做一啲限制㗎嚇，譬如都暫時咧咩 D1 R2 data 啊嗰啲咧都未 OK 㗎，即係如果你寫過啲 web apps 啦，咁啊真係需要儲藏啲資料嘅嚇。咁譬如我最近喺寫嘅一個咧叫做投資分析嘅一個嘅網站一個平台啦，咁喺我自己 Patreon 都有介紹啦嚇。咁入邊就係用到啦，要用到咧 R2 data 啦，咁但係就似乎暫時咧呢個ChatGPT Sites 未 ready 啊，咁我自己用 Cloudflare Pages 去做住先啦嚇。咁但係話唔定日後咧真係佢完全開放晒，除咗一個叫做咧自定嘅網址之外咧，連呢啲進階功能都有嘅話咧，咁其實就已經係咧係幾方便啊！我會覺得咧就係叫做你想開發一個網站或者程式咧，已經可以由 AI 咧一條龍包晒。最主要咧今集想帶出嚟嘅就係一條龍。由你去諗個構思，你可以同 ChatGPT 嚟傾，叫佢寫埋出嚟個提示詞，叫佢用個提示詞出嚟去寫一個網站或者工具，然之後咧就 deploy 埋佢變成一個實際真係用得着嘅對外可以出街見人嘅網站或者工具都可以做到啊！咁希望今集咧介紹咧大家會中意啦，咁啊〜即係如果你哋想睇啲乜嘢嘅，譬如話啊點樣用人工智能改善大家嘅生活啦，提升工作效率，不妨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咁啊，我都自己係真係一個真實用家嚇，我經常都用 AI 幫我去做好多嘢啊。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問題啊，大家或者有啲提議啊想做嘅，而家我又真係做過有嗰個嘅經驗嘅，咁我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啊。希望大家會中意今集嘅介紹啦嚇。有咩意見嘅，歡迎喺下面留言，大家傾下偈，或者大家都係同好啊，中意用 AI 嘅話咧，留言傾下偈，交流下，分享下你嘅心得啊！今集傾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啲其他人工智能嘅話題，到講呢度為止先，拜拜。